文件係出 GDP。嗱，今次講美國通脹，第一 AI 熱潮引發瘋狂加碼投資嘅 Capex 啊，係咪會推高美國通脹？我認為就冇乜直接關係嘅，因為 Capex 其實就係企業嘅投資啦，企業嘅投資即係喺經濟學裏邊嗰個大 I 即係嗰個 variable。咁通脹咧就係派或者 P dot over P 啦。咁 P 同 I 咧呢兩樣嘢咧喺我記憶中嘅經濟模型就冇一個直接嘅楞住嘅關係嘅。個價當然就係由供求決定啦，但係講緊係一個最終產品嗰個供求咯。咁你投資就講緊係未成為最終產品㗎嘛，係一個生產嘅過程裏邊嘅一個環節嚟㗎嘛。咁去到最終嗰個產品嗰個價格其實就係由即係製成品同埋市面上嘅需求呢兩邊嘅決定，尤其是需求面嗰個因素都幾強嘅。咁所以呢兩樣嘢其實都係可以拆成為兩個市場，一個就係終端嘅消費或者即係貨物服務嘅市場啦，另一個就係投資嗰邊嘅市場啦。咁有聯繫，但係個聯繫唔係咁直接咯嚇。即係你如果學過下以前嗰啲 ISM model 咧，有可以將佢諗上關係嘅，但係個關係唔係咁清楚。所以一般嚟講，呢個講法唔係十分成立嘅。即係影響通脹會有好多因素，但係呢個唔一定係一個好主要因素啊。由科技革命驅動嘅通脹，單靠貨幣政策係咪難以解決？係，因為你科技革命其實就係改變嗰個生產函數啊嘛，將生產嗰個效率提升啊嘛。咁呢個其實都係供應面嘅嘢嚟嘅。供應面嘅嘢一般貨幣政策就係處理唔到嘅。貨幣政策處理其實係需求面嗰邊嘅，即係譬如話你對個宏觀嗰個週期嗰個睇法啊，息口啊、物價等等嗰扎嘅預期嘅。咁你呢個其實係貨幣面管到，但係貨幣面管唔到嘅一啲係好客觀嘅生產咯。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試過石油短缺咁樣，石油短缺咁你冇就冇㗎啦，你加息都冇用㗎，係咪啊？即係有呢類咁樣嘅供應面嘅通脹，一般嚟講就唔應該用嗰個叫做息口政策處理嘅嚇。第二 AI 企業提倡用全民基本收入即係 UBI 去應對失業潮，係咪可以解決結構性失業？UBI 其實係一個好多年之前都有人提出過嘅一個概念，但係呢個概念有啲似共產主義嗰種咁嘅大同社會咯嚇。實際上執行起上嚟有好多道德危機，即係嗰個穩定性唔係好高啊，即係亦都可能會改變啲人嘅生產誘因。所以其實 UBI 嗰個講咗好多年，但係實際上行到嘅國家好少咯。即係一啲好細嘅國家，啲村仔啊、鎮仔啊，嗰個生產或者生活模式係比較似家族式啊、家庭式咁經營一啲即係小規模嘅嘢就可以咯。因為去到一個比較複雜嘅經濟體，其實就冇見過可以行得到。所以呢個理論上係有，實際上就都未見過邊度做得到。咁所以呢個唔似會解決到任何問題，包括咩嘢結構性失業問題嚇。即係當然，如果你 AI 係如果越嚟越幫到人做嘢嗱，你睇下最近有啲片咧，都有啲真係呢行嘅嚇，做資訊科技嘅電腦科學嘅專家，都談論過呢方面嘅問題。咁其實暫睇得 AI 其實都係輔助工具多於話完全取代晒人類咯，即係未去到一個位係完全唔使人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你跟住落嚟嘅日子，人喺每一個生產嘅鏈上面咧，佢扮演嘅角色可能會越嚟越少，相對越嚟越多嘅工序會可能俾咗AI 去處理。咁但係人中間都係會有個角色喺裏邊，呢個慢慢要調節翻嗰個就業市場，佢即係提供嘅工種去解決呢個結構嘅問題。所以結構性失業問題就要透過成個職場嗰種轉型啊，嗰種升級去解決嘅，就唔係透過呢啲咁樣嘅乜嘢全民收入，即係唔係改變成個經濟制度行共產主義去解決。
咁呢個會唔會引發深遠嘅財政同通脹災難？咁當然即係因為我正話咁講，如果你行一個類共產主義嘅話，咁梗係有問題啦。你見到好多行社會主義嗰啲福利國家嗰個債務都好犀利嘅，即係個債務犀利又唔等於個通脹一定會高。你睇歐洲嗰啲通脹其實都唔係好高，但係佢一路累積嗰個債務，變咗政府所負擔嗰個問題就越嚟越大。政府累積嗰個問題就越嚟越難搞咯。早啲休息啦 ，BB 豬，聽日再約你。美瑞，我等咗你成晚，今晚終於俾我揸到你。邊個係美瑞？我要同你分手。唔好誤會啊 ，BB 豬，我係講緊美遠對瑞郎啊。而家星期三過夜利息高，我咪決定開倉炸一炸，唔好嬲啦。有咁着數嘅嘢，你都唔預我。你未開戶啊嘛？咁仲唔帶我開戶？係嘅 ，BB 豬。哇！買賣外匯仲可以賺取埋過夜利息，係 Z.com Forex 開戶，而家仲有埋迎新優惠添。第三，美國通脹長期高於2%目標之上，最新數據仍然升溫，係咪代表聯儲局當年採取嘅平均通脹目標 FAIT 已經失效？我認為就關鍵唔係在於個目標點樣寫法，即係你而家有個2%嘅目標，其實都大家都好明白㗎，究竟係乜嘢嘢嚟㗎？至於你話係究竟係平均計啦，trend mean 啦，定係話短暫計中長線，其實呢個唔係啲好技術枝節嘅嘢嚟嘅啫，即係實際上其實就對個通脹預期嘅影響就唔係十分大咯。即係學術上有一啲年代曾經係瘋狂咁研究呢啲咁嘅枝節上面嘅改動，譬如多啲嘅説法，少啲嘅説法，點樣溝通，點樣講，即係或者點樣設定一個目標區間，定一個目標嘅一個值咁。呢啲其實係實際上而家睇翻轉頭都唔係點真係影響到嗰個實際嘅通脹，反而你點做嘅最緊要。譬如如果你見到個通脹係真係失控升，你係咪真係加息咧？係咪真係收水咧？即係即係話咧，長期嚟講，你係咪處於一個過分寬鬆嘅政策？個息口係咪即係過低咧？咁其實呢啲更加緊要啊。所以點樣講或者寫個目標，其實我認為即係我冇真係做過研究嚇，我呢個唔係呢範嘅。咁我都脫離咗研究呢行好耐啦，即係學術嘅研究好耐啦。咁但係以我所睇嘅學術嘅研究，其實近年對呢方面嘅興趣都係低咗。咁所以慢慢都唔係太多人研究呢啲咁嘅無聊嘢咯。所以你即係都係翻嗰句啦。如果個通脹真係有收，大家有眼睇嘅，你根本就好簡單收水就係嘅啦。咁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咁當然個通脹自然就會唔睬你啦，繼續升溫，繼續上啦，係咪？4. 面對通脹反彈，加上特朗普政治施壓，聯儲局係咪陷入利率癱瘓？有個咁嘅總統成日喺度搞震咧，就係麻煩啲嘅。咁但係因為鮑威爾嗰個時代，其實鮑威爾都唔睬佢噶啦。咁特朗普亦都冇佢符，咁又不至於癱瘓咯。但係即係關鍵個更加關鍵嘅位就係聯儲局本身有冇受到市場壓力？本身其實係咪自己有一個好具眼光嘅睇法，睇到嗰個通脹嗰個前景？咁呢啲更加關鍵咯。即係政治施壓當然就唔好啦。咁但係 given 佢有政治施壓，但係聯儲局而家 so far 似個都頂得到。咁我認為就政治施壓嗰個影響其實就相對有限咯。佢一定有施壓㗎啦，但係問題就唔係太施到壓咯。不過聯儲局唔受政治嘅壓力，係咪唔受市場壓力，因為另一回事喎。即係如果你市場逼到佢嘅話，咁其實聯儲局嗰個獨立性都唔係好高嘅啫。只不過你唔受政治壓力，就受咗市場壓力啫嘛。咁你如果受咗市場壓力，市場如果成日逼你減息嘅，逼你寬鬆嘅，你就照跟住做，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如果被逼單靠縮表，會引發新一輪流動性危機。即係搞呢啲咁嘅量寬嗰個始作俑者伯南克，佢自己都講過咧，嗰個量寬確表嗰個機制點樣好具體地帶動到件事嘅解決咧，即係所謂債務危機嘅解決，其實佢都唔十分清楚嘅。佢有啲咁嘅學術嘅論文，但係老實講唔太多咯。
2000年初嗰陣時出過3幾篇，咁嗰啲論述其實都係吹水多嘅。你睇翻啊，當時我20年前我喺報紙寫文章都寫過一輪嘅，唔係寫過一篇，寫過一輪，即係咁甚至一大輪。但係你而家你睇翻轉頭，佢嗰招咁嘅夾硬嚟咧，其實都係即係喺零咗息冇橋之下夾硬去製造一啲貨幣幻覺。不過貨幣幻覺就唔係印銀紙，佢係用一啲咁嘅好似玩魔術咁嘅手段將個表擴大咗。咁呢樣嘢咧就呃到人就呃到，呃唔到呃唔到。咁又唔係次次呃到，所以你見到歷史上嗰啲量寬咧，有時得係有時又唔得咯。日本都係嘅，日本有時得有時唔得，美國又係有時得有時又唔得。咁所以成個所謂量寬確表嗰個機制，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因為如果你知道個機制清楚嘅話，咁你做嘅應該得，唔做就唔得，應該係咁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做又有時得有時唔得，唔做又有時得有時唔得，咁其實你做同唔做有乜關係啫？有乜分別啫？冇分別嘅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做咗呢樣嘢，又唔係有預期嘅結果，咁你而家調轉頭問啦，咁我哋縮表嘅話，縮表有冇影響？其實都唔清楚。過去咗幾年，其實個表都慢慢縮緊嘅。咁呢個市咪一樣升，係咪先？所以呢個問題根本唔係問題。第5，有觀眾留言問：日韓股市狂升，同時貨幣大幅貶值，情況似唔似九七金融風暴？有啲似咯，但係更加似就似2000年嗰次咯。即係而家你嗰啲拼圖嘅話咧，而家同2000年前即係99啊、2000啊，都行到尾嗰啲急上嗰啲有啲似咯。亞洲股市唔中意大跌，咁你咁急升梗係會跌㗎啦。即係韓國尤其是咧，你咁直上咁唔使問啦。通常直上完之後都唔幫好嘢。好啦，最後歡迎嘅喺呢條片下邊留言分享。減息喎，仲翹埋雙手等運到，即刻試下外匯交易啦！揀日元、英鎊定係美金，睇準匯價 click 一下，搞掂晒。Z.com Forex 買賣差價低至1點子咋，24小時都可以交易，隨時出擊。而家開戶一世免佣，仲有大把驚喜迎新優惠，仲等機會話嚟就嚟。Z.com Forex。